護士係我畢業之後嘅第一份工作，亦都係我唯一嘅工作。我先後喺政府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入邊服務咗32年。我相信醫護工作係唔單止一個技術，更加講求嘅就係佢哋要有一個持續學習嘅精神。最重要嘅就係要有責任感，亦都需要有同理心。喺工作上要明白病人嘅需要，等啲病人可以獲得更安全、更貼心、更有溫度嘅照顧。醫護支援課程嘅內容係以基礎護理知識同埋一啲技能為主嘅。我會結合咗自身嘅臨床經驗啦，配合唔同嘅護理範疇，作一啲實例分享，結合理論啦、實務啦，希望培育啲學員正確嘅工作態度同埋應有嘅專業操守，能夠帶領全班學員喺實務試入邊嘅正考入邊一剔 pass。我會適當咁運用一啲輕鬆同埋具有啟發性嘅方式，配合簡單易記嘅口訣，從而提升佢哋嘅理解能力啦，同埋記憶效果，等佢哋喺學習嘅過程入邊更加有效率。咁學員完成咗課程之後就業嘅出路其實都好多元化嘅，可以選擇喺政府醫院啦，或者私家醫院度任職啦。咁同時其實佢哋都可以選擇去安老院舍啦、復康中心或者係啲非政府組織 NGO 嘅社區服務機構工作嘅，從事一啲上門長者服務同埋社區護理支援服務嘅。